欢迎收听12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诗篇86篇，而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呢，就在诗篇86篇的第11节。第11节这里说到呢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我要顺服你的真理，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？需要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需要顺服你的真理，需要学到怎么样来敬畏这位上帝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，其实是一个落难诗，是这位诗人他个人正在经历患难，正在经历可能要面对死亡的处境，正在经历这个被攻击，甚至也可能会被杀害的状态下，这位诗人在他自己的患难中向上帝呼求的祷告。他指出这位上帝是良善，是慈爱，是能够拯救人脱离死亡的上帝。但他向上帝求的是，不只是脱离死亡，更多的是在这个面临死亡的威胁跟恐惧当中，如何坚持走上帝要他走的道路，如何顺服于上帝所教导的真理，如何在各样的境况中来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。在顺境中要活出敬畏上帝的生命，或许是一种选择；在患难中要活出敬畏的上帝的生命，不仅是一种选择，可能还会附加许多的条件。例如在某一些地区，如果你说你是信主，你是信耶稣的，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生命的死亡，生命的威胁。然而在各样的患难中，我们不知道这位诗人经历什么样的患难，但是却看见他有一股笃定的信心，是只要他按着上帝的心意来活，只要他照着上帝的真理来行，他相信这位大能大有能力的上帝，这位慈爱信实的上帝，能够透过这个过程，让他敌对他的人，恨恶他的人，要害他灭命的人因此惭愧，因为他回应上帝的这些行动，要叫人透过他认识上帝。所以在今天的最后一节，这里才讲到，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示你良善的凭据，使那些恨恶我的人惭愧，因为你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面对到一些跟我们不同信仰、不同文化，甚至有不同选择的人。我们是照着上帝的真理来回应他们，还是我们跟他们一样的标准呢？其实不仅是在患难中，可能在一些不一样的价值观或是不一样的挑战当中，这些都会成了我们的困难。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如同这位诗人一样，顺服他的真理，走在他指示所要走的道路上，更是知道什么样是敬畏上帝的行动，好叫我们即使在这些挑战、威胁或困难里面，可能会被人取笑，可能会被人挑战，可能会被人落井下石，甚至会被排拒在外。但是上帝的手要让人看见他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，因此我们身边的人都要来敬畏这位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
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或许就在那挣扎中，正在那患难当中，正在那可选择舒适圈或者是挑战圈的状态当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寻求你指示我们该走的道路，带领我们顺服在你的心意，顺服在你话语的教导，顺服在你真理的启示当中，让我们活出敬畏你的生命。主啊，这样的生命是为了能够见证主你的大能，是为了要叫你得着当得的荣耀。主，谢谢你预备我们成为见证你荣耀的器皿，恳求主你赏赐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从你来的能力、信心、眼光、身量，叫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处境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仍然有坚持下去的意志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倩牧师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当你坚持走在真理的时候，他必要更加倍的赐福于你，让人看见你生命当中上帝的同在。我们明天见。